咁其實我畫畫一啲天分都冇，但係我都可以畫到幾整齊嘅圖。之後我仲可以剪出嚟，我仲可以將佢哋貼落我嘅文件度，咁我就可以將圖片同文字結合埋一齊。之後我可以將呢啲嘢發去電子郵箱，睇住咗 Aspen 嘅其他人就可以打個電話號碼睇翻佢哋嘅郵件，睇下我畫嘅呢幅畫。所以我哋開始突破瓶頸噶啦，你而家就能睇到呢個真係好令人興奮。所以我哋而家所處嘅境地係個人電腦係一種新嘅媒介，結束佢。20世紀80年代，社會與計算機真正意義上嘅第一次接觸先至拉開序幕。15年後，第一階段嘅工作就將完成，即係大規模咁將呢啲工具推廣到社會裏邊。但係喺未來15年，如果我哋真係努力，其實有機會做到好好，或者只係一般般。而我哋 Apple 入邊咧，好多人都係想做到最好。我想再睇到最後一樣嘢，之後你哋想傾咩都可以。咩係電腦程式？你知唔知咩係電腦程式？有冇人知？唔知？有冇知？有就有啲呢樣嘢都幾奇怪。其實真係幾奇怪。你冇辦法，即係話你未見過電子，但係電腦程式連實體都冇。佢哋只係喺寫咗紙上面嘅概念。電腦程式係圓形嚟嘅。我哋講咩意思？不如我哋喺電腦編程同電視節目嘅比較下啦。如果你翻去攞翻1963年 JFK 葬禮嘅錄影帶，你都會嗌出嚟。你會感受到同你20年前喺嗰陣時一樣嘅感覺。點解呢？因為靠住電視節目嘅藝術，我哋好咁去捕捉一啲經歷，一個經歷、兩個經歷、20個經歷，而且可以重現翻佢嘅。我哋真係幾諗做呢樣嘢，雖然要好多錢，而且都有啲限制，但我哋都做到幾好。你真係可以感受到尼爾阿姆斯壯登陸月球嗰陣嘅興奮。電腦編程呢就有啲唔同，電腦編程做嘢係捉到一個經歷背後嘅原理，唔係經歷本身，而係經歷背後嘅原則。而呢啲原則可以令成千上萬個唔同嘅經歷都跟住呢啲規律去發生。最完美嘅例子就係電子遊戲。電子遊戲做到啲咩？佢會跟住重力、角動量呢啲定律，然後整咗個好簡單嘅乒乓遊戲出嚟。但係個波永遠都會跟住呢啲定律走。一兩場乒乓遊戲係一模一樣嘅，但係每一場乒乓遊戲都係跟住呢啲背後嘅原則。再舉多個例子，有個幾有趣嘅程式叫做 Hammurabi。Hammurabi 呢個遊戲7歲細路都識玩，畫面會彈出嘅話，你係國王 Hammurabi。你可以做蘇美爾古王國嘅國王10年，佢會話Hammurabi 國王，呢個係第一年，你有1000蒲息爾嘅小麥儲存，你有100個人，仲有100畝土地，土地交易價格為每英畝24蒲息爾，你有土地要出售嗎？不。你想購買土地咩？不。你想種植幾多或者餵養幾多？你想種幾多啊？事實證明，如果你播種量唔夠，出年你哋當中有啲人會捱餓。如果你種植好多作物，咁周圍嘅村莊嘅人們呢就會過嚟，因為你嘅村莊氣候炎熱，而且你能夠俾佢哋食得好好。佢好粗糙，但係基本上呢個係一班7歲嘅細路玩呢個宏觀經濟模型。你可以對模型嘅具體內容進行討論，但係有一點毋庸置疑，佢哋會坐喺度幾個鐘頭玩呢個遊戲並從中學習。我哋必須俾我哋嘅模型越嚟越好，越嚟越複雜。但呢種互動學習方式，我哋細個嗰陣根本冇得體驗過。同樣，雖然有成千上萬個唔同嘅個人體驗，但全部都係建基於同一套基本原則之上。我讀書嗰陣有幾個好老師，但大部分都係一般般嘅老師。可能真係令我哋入監獄嘅原因呢，就係書本。因為我可以自己去睇亞里士多德寫咩，或者柏拉圖寫咩。我唔需要有中間人阻住我。一本書真係一樣好勁嚟嘅，佢可以由源頭直接去到目的地，中間嘅任何阻隔。但問題係呢，你問唔到亞里士多德問題。我覺得當我哋展望未來50到100年，如果我哋真係可以整到嘅機器能夠捕捉到背後嘅精神或者一套基本，如果可以捕捉到一套原則或者喺世界嘅方式，咁當下一個亞里士多德出現嘅時候，
可能係一世人都帶住呢部機，將所有嘢都打入去。咁有一日，當呢個人離開咗世界之後，我哋都可以問呢部機：喂，亞里士多德會點答呢個問題？咁呢個又點呢？可能我哋未必揾到正確答案，但都可能揾到。呢樣嘢對我嚟講真係好興奮。呢個都係我做緊依家呢啲咁嘅其中一個原因。咁你想傾啲咩話題啊？